有真侪所在顶仔卡互乌托派占去，台南市政府进前伫市区的顶仔卡有画一条青色的线，不过互民众看甲雾煞煞，却甲这条线当作是停车线。事实上，这条叫做经济线是袂当停车的。交通局也讲，白色机仔才会当停车。 来到台南市区，看到真侪民众甲机车停一个顶仔卡青色的线，附近民众抓准这条青色的线是会使互人停车，其实这是违规的。原来这条青色的线叫做经济线，是交务局为着过路人安全甲兼顾店家生理所画。实际上，这条线无代表会使停车。要停哪里？那店家。 如果说要来找店家买东西，那请问我们车子要放哪里？在绿色里面不可以超过绿色，啊，它超过这边的话，它就会被罚钱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骑楼、人行道属道路范畴，专供行人通行使用，不得停放汽机车。中央法规有明确规定，顶仔卡原则上是禁止停车。不过因为台南旧城区有侪顶仔卡，市府考虑到现况，要全面净空有难度，才会画青色的经济线，规范顶仔卡摊法。想不到这摆民众当作是停车线。 交通局表示，顶仔卡唯一会使停车的是这种白色的机啊，并不是机慢车的停车线，还是要呼吁民众哦，真的还是要找到适当，它是有交通主管机关规范的这个白色停车线，才是一个比较合法的停车的位置。交通局表示，住户也是店家，若有顶仔卡有保留超过1.5米通行范围，会使向交通局来申请设白色停车线，相关单位会去现场评估。 针对违规停着顶仔卡的车，警方虽然未主动处理，但是接到检举，也是会抗刀。准讲明显妨害过路人行路，嘛会开罚单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